近鏡咁影啦，試下。近得就係好難食到啲。頭先飽得滯食唔落，而家再食個。條菜啊，太熱氣啊，油膩，要揾條菜中和。如果開嘅影都8分鐘咯，食足8分鐘，1分鐘都難啦喎。嗰邊又裝修又喺度嘈咧，嘈咗成日啊！之前5點鐘就收檔啊嘛，依家又喺度嘈啊！咁拍嘢收埋音啊！1分13秒。又我要轉嘅時候，轉多數。究竟裝修整乜鬼啊喺度？你哋屋企有冇裝修啊？1分56秒。我平時食嘢15分鐘到就食完啦，都多過8分鐘嘅。我都無聊嘅咁樣影。呢碗就平時幾分鐘就食完咯，唔使15分鐘。中意食嗰啲就食得好快咯，唔中意食嗰啲就細完食好耐咯。熱到蒙咗，2分，2分鐘啦。因為現行嘅規劃程序已經有其他嘅方法可以達到同樣嘅效果。嗰棟樓我本來可能起20層高嘅，咁如果起10層高，跟住我又賣散咗，咁基本上係好難再去起埋另外10層高。即使係啲發展中國家，你都成日見到就點解棟樓樓上留咗幾條鋼筋出嚟嘅咧？因為佢哋想喺上面再加建。但係香港我估好耐都冇見過呢啲加建積木樓。其實積木樓可以承受嘅重量係幾多？可以起到幾多層？我用幾多分鐘可以食晒呢碗麵？我都唔知喎。越快，呢個4分鐘。慢食。慢活，慢食。訓練多時嘅快食動作，依家要慢食。訓練自己喺1個鐘頭之內食晒所有嘢，跟住訓練自己半個鐘頭之內食晒啲嘢，跟住訓練自己15分鐘之內食晒啲嘢。依家為咗爬平條慢食。8分鐘啊，點埋啊？都唔收㗎。
又喺度嘈啊！就嚟食快喎，冇8分鐘喎。如果8分鐘係食埋嗰啲可能有8分鐘啊，但係我哋未蒸完。咁多鐘，咁多鐘食飯。6分鐘啊，嗱嗰6分鐘啊。Oh my god！ 牛血糕。慢活生活，要食咁慢嘅時候係去到60、80歲嘅時候。慢慢食嘅，可能要食咗8分鐘。7分鐘啦，可能7、8間都冇人聽咁樣，咁之後就揾到寵物救護車。喺救護團隊嘅協助之下，揾到獸醫運送過程爭分奪秒。養狗就一定要有車咯，冇車就好麻煩。真係死咗㗎啦，因為去到醫院之後，醫生話俾我聽，原來佢已經係有中級程度嘅心臟病，我哋唔知道咁樣。係咯，夾啲過嚟。半個鐘食飯。米狗。買菜。一般就係心臟病啊、肺有事啊、肺積水啊，佢出現一啲氣喘啦。寵物醫院就係有嘅啦，唔使擔心。一啲休克嘅跡象咧，我哋會進行分流咯，會安排最就近嘅獸醫診所。喺嗰度啊！好嘢。